中環於7月12日發生一宗嚴重交通意外，晚上約8點半，一架巴士沿德輔道中駛至置地廣場對開時，撞到一名年約40歲男子。男子當場昏迷不醒，救援人員接報趕到，發現佢頭部重創流血，立即送往瑪麗醫院搶救。現場消息指，涉事巴士沿德輔道中往西環方向行駛，途至上址時，一名菲律賓籍男途人懷疑衝紅燈過馬路，巴士閃避不及，左邊車頭將佢撞倒。涉事巴士擋風玻璃碎成蜘蛛網狀，現場一度封路調查。九巴回應查詢時表示，涉事為905路線往荔枝角方向巴士，事發時交通燈號為綠色。男途人突然衝出馬路與巴士相撞，受傷送院治理。九巴已派員慰問家屬，並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。